后来继续来到高雄，有民众到三凤中街买3条的土豆糖啊，一个称重竟然要144块。民众话讲实在贵价真无合理，有袂少的民众嘛感觉伤贵咯。啊，店家是回应讲，介绍因拢写伫个面顶，嘛是照称重来卖。 三凤中街人吵，大家来买年货，毋过有乡亲买到这3条土豆糖，亲切的讲要144块，唔敢相信。挑了他们那个3个口味，结果一称下来，他说要144块。哦，我说怎么那么贵啊？我们心里也没有讲什么啦，就只是觉得这个物价也太夸张了吧。是就去问其他人甲店家，感觉这个介绍敢合理。3条144，好像这有点贵，一般民众应该也消费不下去。贵，很贵，我觉得应该是100块以内。我3袋80啊，有时也70啊，75拢不一定啊。 3条土豆糖卖144块，一般人拢感觉伤贵。不过头家讲，介绍写伫面顶，这拢照称的。我们这个比较单纯是条状的，所以我们就直接跟他讲价格这样。太贵了，觉得不满意就马上退还给店家。这个我们相信店家一定会这样做。如果店家不让你退还，你来找我们管委会，我一定帮忙处理这个事情。过年前买4收啊糖仔饼等等，若是感觉介绍无合理的话。 提出乡亲会当随反映，若是头家无要配合，会当找相关的单位来斗3共处理，以免影响到款年货心情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